大家平安，欢迎收听4月初6的迦南之声，我是优破牧师。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敬畏神、感恩生命中的逆境。约伯记12章1到25节。先来读今天 RPG 的金句。我们要感谢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上帝，他是慈爱的天父，也是一切安慰的来源。在我们的各种患难中，他安慰我们，使我们能够用他所赐给我们的安慰去安慰遭遇各种患难的人。哥林多后书1章3到4节。圣诗613首，有时咱经过美丽清净河泉。这个作词者斯帕福德，这首诗是从苦楚的经历中体验而创作的。斯帕福德他在纽约诞生，后来迁居芝加哥担任律师。当他的事业正辉煌腾达的时候，名望地位正高涨的时候，遇上了芝加哥大火。这一场大火烧尽了他一切的财物，成为一文不值的穷鬼。1873年，他的夫人和4个孩子坐船前往欧洲。在11月22号，他们坐的那艘船和另外一艘船相撞，沉入海底。最后仅有他的夫人获救，孩子们都惨遭灭顶。10日之后，其夫人抵达英国，打电报告诉他这个恶讯，写着只剩我一人。他接到后马上出发，要到英国接夫人回家。事实，当时最著名的布道家穆迪先生在英国得到消息，马上去安慰他。当穆迪在芝加哥布道的时候，他的4个儿子接受了耶稣基督做救主。当他遇见斯帕福德的时候，斯帕福德对穆迪说：“我靠主，免烦恼，心平安。”可见他的信心非常的坚强。我们生命当中总是充满了起起伏伏、风风雨雨。然而，当我们面对逆境困难，我们可以感到无助、绝望，也可以勇敢的去面对。约伯在圣经当中所做的见证，告诉我们要如何透过敬畏上帝的心态，感恩在我们生命当中所遇到的逆境。约伯记12章在面对约伯自己的苦难逆境的时候，展现出他对神的敬畏和他对神的信仰。他指出神的智慧和全能，并承认上帝的主权和掌权。在整个逆境的过程当中，他也愿意接受上帝的旨意，并向上帝恳求。在逆境困难的当中，我们知道不一定是神的惩罚，但是在这一些困境的当中，我们如何学习更谦卑，信靠神的智慧，并向上帝恳求，帮助我们能够快快度过我们生命当中的这些的难处，并且向我们来启示他需要让我们在生命当中成长的过程。我们恳求神来帮助我们能够明白，在苦难的意义里面来临的时候，让我们的了解上帝的这样的一个计划，或者是背后是什么意义，让我们更加能够明白。
其实我们一直在看这些苦难呢，希望我们自己遇到的时候不会失去这些信心，因为约伯记就好像一面镜子一样，在照出我们可能面对的一些的苦难，也透过我们敬畏上帝的心态，感恩我们所面对的这一些的苦难，是不是有什么样的一个让我们生命成长。所以当我们将逆境和苦难看作是神所赐的生命启示和成长的机会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上帝在逆境当中的慈爱跟帮助，并且成为更坚强更成熟的信徒。对于我们生活在现代社会来讲，我们也面临很多这一些昨天我们讲到的疾病啊、失业啦、关系啦、金钱啦等等，特别是疫情过后冲击了经济，冲击了我们各层面，可能会导致我们措手不及，或者是真的无助。然而借着约伯他突然面对这些的接踵而来的患难，透过他对神的这样的一个敬畏，但是在整个过程也是会有疑惑、埋怨，都有可能。这样的一个显现，让我们在我们自己遇到的时候，我们有一个预备心。我们感谢神，感谢神让我们在逆境当中可能很难过，但是当我们走过来的时候，我们才会明白。所以我们先学习敬畏神，明白他的智慧、他的主权跟他的掌权。所以当我们认识神的智慧跟全能的时候，我们就会更加信靠他。其实我们也要将逆境苦难看作是神所赐在我们生命当中启示我们，到底这一次的苦难要让我在哪一方面成长。苦难和逆境可以帮助人更深入去跟上帝建立关系，所以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通常如果你的信心没有失去，你就会更多的跟上帝有交流、祷告啊，祈求他。希望透过整个过程，让我们的信仰更能够有那种忍耐度。所以恳求神帮助我们在看约伯的受难跟我们自己的困难的时候，希望让我们在这样的困难当中有所成长，也能够领受上帝的慈爱跟够用的恩典。所以当我们将自己的困难交托给神的时候，相信神他帮助我们能够度过，也让我们更有智慧去因应我们所面对这些的困境，真的帮助我们在现代的这样的环境当中，我们不要失去这样敬畏上帝的态度。感谢上帝让我们所遇到的每一件事情，不管是好是坏，我们相信都有上帝的美意。当你走过来的时候，你可以成为神荣耀的见证。我们来默想，如果我们处在逆境当中，我们是否还能够像约伯一样敬畏神，感谢他的恩典吗？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感谢您赐给我们新的一天，感谢您赐给我们生命和健康，让我们可以在这个美好的事上能够生活。我们真的要感谢你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每一时刻陪伴同在，给予我们力量，给予我们智慧和平安，并带领我们走在正确的道路上面。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求你赐予我们智慧跟力量，帮助我们面对我们自己的逆境困境的时候，
让我们能够更敬畏你，相信你的应许跟你的带领，而在整个逆境的过程当中，学习更多的依靠你，并成为你所喜悦的人。我们感谢你的恩典跟够用的慈爱，帮助我们度过生命的每一刻，让我们随时都敬畏你，感谢你，并能够全心全意来爱你跟爱人，让我们生命被神大大来使用，也成为你所喜悦的。我们这样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与人分享。我是尤伯牧师，祝福您平安喜乐，心存敬畏与感恩的心。我们下次再见哦。